好，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滨江线调悬咯，只要一个月赚无到24,293块，就算是中价收入户。卫福部来公告着明年全台湾各县市上价的生活费，全台湾拢维持伫个12388块无改变。啊，6都只有台南市甲高雄市无调整，其他像这个台北市啦、新北市啦，拢来调悬咯。这嘛代表讲，会当申请低收入户，甲申请中低收入户的资格放宽咯。拜拜，拜拜。手牵一个，巴肚内面要一个，那像安尼，大人一个月都要赚偌济才有够用？每个月8、9万差不多。8、9万，台北很好过吧？好过吗？不太好过，紧紧的，蛮紧的。吃的东西都很贵，涨价。手头正闲，不过已经有过明年台北市中价收入户的申请标准啊。明年起，台北市低收入户的申请，每户每人每个月为16580块放宽到17005块。较无24293块，就下过中价收入户迄条线。伫台北市一家伙4人收入总所得较无97172块，就使申请中价收入户。低收入户审核标准之一是每户每人每个月平均的所得以公告最低生活费为基准，中价收入户升1倍半。最低生活费是以主计总处公布各地最近一年每人会使支付所得中位数60%，变动达到5%就会调整。所以讲6都内面，敢若台南、高雄无达到这个标准，其他拢有放宽。不过规家伙赚偌济钱，敢若是审核标准之一尔。哦，老水哈。对啊，你看那间。就算厝搁较旧，不过若有不动产甲动产，想要申请过关，都无遐简单。